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6月22，诗篇27篇第1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要惊治罪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，我要惊治罪。三角来祈祷，做阮活命气力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万物的主，你创造光甲暗，你的话就发出招官兵甲气力。你讲要有光就有光，因为有光的所在就无黑暗，所以有你正做阮生命的光，黑暗甲惊吓就拢要离开阮。主啊，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是阮路上的光。当阮迷失伫世间济济迷惑的时，你的话要引带阮行伫死正的路，所以阮要搁较渴慕你的话，伫每一天来亲近你，互你的话来充满阮，因为有你正做阮的拯救，阮要惊治罪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赞，互咱每一天拢渴慕伊的话，甲咱的主相亲近，因为伊是咱生命的光，是咱的拯救，咱要搁惊治罪。耶和华是咱活命的气力，咱要搁惊治罪呢？愿主时刻甲咱三角伫地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